像刚才也好，有些那以前我们有没学的一起哈。当下起步啊，主办单位有互阮这个机会来遮领奖啊，真感谢这活动会当办伫咸水个所在，会当互阿伯嘛来做伙参加。啊，不过我去这个活动是一开始是参加一个叫做台南市家乡纪录所的纪录片培训活动，嘛真感谢迄市府有办遮个活动，互阮会当学习纪录片去安怎个学着，想讲家乡纪录所这个主题是要记录啥物呢？啊，我就想起，就是我本身就是咸水人，啊，不过我伫咸水感觉甲迄社区的人员嘛诚少，因为做恁那时阵嘛袂去讲去行顶散步的时间开讲，啊，就伫咸水读册啊，高中嘛伫咸水，啊，高中去新营读册，不过甲咸水的熟悉嘛做少的，所以讲就参请台湾台语无好。看技术的很好，现在现在可以说很好。我刚刚看这个。就讲刚刚记录，按着想讲，这阿伯就是万一到有时来厝边嘛，咧伫遐咧教吼，阿伯伊就是做一道万总部的对阿伯伊爸爸带对福州过台湾，啊对布袋来到咸水安尼，啊不过真可惜的就是讲，就是阿伯这个铁头物件，就是因为5月时阵，就是因为一寡关系个收起来啊，所以咱大家就是会当看到伊即个影片内底，去感受着迄阵阿伯伊咧甲同学咧做工课迄种感觉。啊，即个咸水就是阮迄阵一开始想要记录，是因为咸水咱的家顶有做过迄巴洛克式建筑，就是甲别个所在无啥物无共款，这是咱咸水的特色。啊，所以阮想讲来记录。啊，毋过就是因为这厝咧保管还是咧管理是真困难，因为需要钱，嘛需要人去管理。啊，可能就是咱咸水拢剩老人尔，啊，上我嘛拢伫台北咧做工课，嘛做做伫咧咸水，所以讲就是咧厝要哪管理，啊，搁去利用，嘛是一个问题。所以讲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咧，会当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这议题嘛，希望进步这边嘛当重视，谢谢。谢谢。好，真的不说几句话好。好，再次的热情掌声，恭喜我们的玉牌获得第2名的殊荣哦。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来颁发我们的在今年的首奖哦，再次邀请到我们的秘书长吴新修秘书长呢，为我们来颁发我们在今年2017台南市文化资产影像竞赛的首奖第1名。